若讲较有成就的这个基督粉啊，就是咱拄啊咧看这影片的时候讲着吼，这个天鹅堡这个吼，天鹅堡其实有两个，你有去过？有一个旧的，一个新的吼。啊，这个伫欧洲几若年来，大家咧算讲欧洲上水的城堡吼，这个天鹅堡拢差不多会当排到头前的对啊。我记几若年拢排第一，都上水的对啊吼。伊内底吼一寡布置啦啥，拢含天鹅有关的啦吼。到底是安怎？这个国王会去起这个天鹅堡啦吼？这是对一寡角度去看伊吼。伊这个图尾啊。迄个迪士尼乐园就是用这个天鹅堡这个做伊迄个伊内底迄个主要就是用这个造型吼。哦，咱我来介绍这个国王啦吼，这个国王叫做鲁定伟吼。你看伊其实伊差不多40几岁，41岁时伊就来过身吼。伊做国王的时间是对差不多19岁，伊做国王19岁做国王做到伊死为止安尼吼。其实伊做国王吼是安尼，伊是伫德国南面叫巴伐利亚吼。所以伊是伫即个所在做王，毋是讲全德国，伊是即个巴伐利亚遮吼。所以咱讲 BMW 迄个 B 就是巴伐利亚意思啦吼。所以伊就是伫遐做国王吼。伊细汉的时，因爸爸当然因爸爸嘛是国王啦吼。细汉的时吼，伊就做爱即个华格纳的即个歌剧就对啊。这个华格纳歌剧内底吼，有一个吼叫做天鹅骑士吼，有一个即个叫伊细汉嘛是拢做爱即个天鹅即个。因为伊这个天鹅骑士吼，所以伊怎啊，看伊这个自细汉开始，因有钱了开始吼，伊就做个迄个 cosplay 啦吼。cosplay 呢，就是咱介绍一个 Sophia 互伊要做某吼，因两个啥物代志拢迄个天鹅骑士，就连面两个换衫哦，连面你是安尼，我是安尼吼，安尼两个拢安尼换来换去，这查某会挡袂牢，讲规日干那咧讲迄个吼，无趣味啦，怎啊喊伊拜拜再见吼。这阵讲好再见了，再见无要紧啊！伊怎啊吼，家己一个吼，伊讲好，我著免娶某，伊怎家己走入去树林内底，开始过伊家己的生活。伊总共伫即个欧洲有起3间的即个城堡。伊这个城堡有一个特色，就是全欧洲的城堡吼，餐厅上细间的拢伊的啦，因为伊拢无结婚，伊拢足惊吼，足惊人会害伊的，所以伊的餐厅拢写甲下啊。若要食饭的时候，养吼，迄个饭桌啊，就对。下骹迄落吼，起来家己食饭，所以你若去别位看人个城堡好，迄餐厅足大，伊拢安尼写甲下啊，安尼尔，伊可能无共款就是，所以伊就是拢家己一个生活足孤单个安就对啦，吼。好，即摆伊结果呢，有一日，伊先来去即个天鹅堡吼，就是安尼，有一日吼，伊足爱看即个华格纳的即个歌剧嘛，有一日伫一个迄个布景的后壁吼，伊看到画迄个形，就是咱拄仔看迄天鹅堡即摆即个形安尼，吼，伊就吼。伊就足想要画一个共款的，所以伊就去巴伐利亚遐找一个吼，原来是生差不多即型的，住伫山顶的一个，这是旧型的，未改建的即个天鹅堡就是啥。伊就从即个吼开始用17年的时间开始来起吼，大概迄时阵差不多，伫迄时阵即个钱差咱台币的差不多65亿吼，开始起安尼，一直起安尼吼，起到即个情形吼，其实老实讲，未完全起较好啦。哦，佮互伊起较好，国家怎已经帮伊啊啦，吼，起安尼一直开足侪钱，一直起安就对啊啦，吼，好，结果起咧吼，这到伊差不多要40岁时阵，因为伊起足侪起咧吼，伊其实迄阵开始往一寡镜头，伊感觉讲哦，我甲国家开遮侪钱吼，大家一定拢讲我会歹话的，吼，就喊我讲人要甲害讲，所以伊变做讲伊日时毋敢出门。伊拢只好暗时啊，吼，这就知影暗时，伊拢只好暗时吼，叫人拖马车，再去外口踅去顺利国境，伊就开始会惊人要甲害啊，会惊了对啊，吼，我讲会开始食饭拢惊人甲偷啦，惊人还没做伙安尼，包括伊咧困的所在，你去看伊咧困的所在嘛，用一个物件围起来，就拢无法放入去，就对啊，吼，伊开始就一寡足奇怪的想法，吼，这是伊另外起的一间，吼，这间伊是原来德国的南边，伊是模仿这个。罗浮宫来起的啦，吼！伊个内底个做足一件，伊讲咱太阳王安尼吼，伊吼伫这个王宫另外，这毋是天鹅堡啦，吼，不过是另外一款起，伊做一个欧洲上大人工的这个山洞啦，吼，这山洞安遮入去吼，入来这因为伊做开迄个天鹅骑士的吼，内底吼佫有水啊，佫吼，敢若安尼钟乳石的洞啊，足大哦，迄差不多我看差不多咱这个文学院吼。遮大个一个所在呢，佫入去佫有放歌啦，啥有诶无安尼吼，嘿，吼，开足侪钱诶，对啊，吼。我大概讲伊诶故事尾也是安那吼，
这个演讲厅和咱遮差不多哦。这个演讲厅是德国迄个慕尼黑大学精神科的这个演讲厅啦，吼。啊，这个演讲厅内底我去的时候，吊死张上啦，吼。这个可能迄个因教授在这个 Kraepelin 啦，吼。啊，这阿兹海默啦，阿兹海默症的阿兹海默，伊就伫这德国遮，德国是精神医学的吼发源地，就是伫德国内底啊，吼。啊，这两张相，吼，好来这两张，吼，就是迄个国王，吼。啊，这个边仔这名我袂记，这就是迄个时阵精神科的主任啦，吼。啊，现在因两个真有名，叫人调伫遮啦，吼，就是吼，啊，这是因咧精神科的外口，嘛是调这个精神科主任，佮这个国王的相，吼，就是这个国王，伊尾啊，这精神病愈来愈严重，吼，拢安尼自言自语啦，安尼，吼，啊，结果一边人感觉讲，哦，这国王安尼已经，这若搁安尼舞咧，咱国家一定倒的，吼。啊，这个精神科的主任知影这代志，所以呢，这精神科主任吼，伊怎啊找6个，吼，拢讲德语的，有诶无一定是爆发力啊，或是迄个奥地利啊，对讲德语的吼，来甲伊面谈，甲伊 interview 啦，吼，来甲诊断看有问题无，吼，结果诊断了，这6个人讲，伊真正就是有精神病啦，吼，啊，所以因6个吼签名讲，这个袂使做国王啦。人迄阵人是国王，6个去，怎啊甲诊断落来？安尼呢？你看偌厉害啦，吼！啊，结果呢，吼，这张报纸，吼，这我德语我是看无啦，吼，这德语嘛写怎我是毋知啦，吼。不过就是故事应该是安尼啦，吼。结果你1886年，应该判你讲，你得爱离开国王这个位啦。啊，离开这个位了呢，这个主任我那爱关心，因为伊感觉病人爱甲治疗，怎啊牵伊去附近的一个迄个学遐，点样甲顾。啊，含伊讲话，算讲甲安慰，想要甲治疗。不过迄时阵其实无啥物治疗啦。迄时阵1886年，迄个有那上济嘛是头壳甲你弄两空放火安尼啊，都无啥物治疗安尼啦吼。啊，结果呢，这我有一支看 Discovery 咧讲迄个欧洲的啥物奇案啊，啥物这其中一案啊对啊。结果3日后了呢，有一个发现迄个国王怎啊无去啦，吼。啊，迄个精神科主任原来无去啦，吼。啊，无了，安尼找一个了吼，怎伫迄个湖吼，2个人拢浮起来啊，怎死伫遐啦，吼，啊，现在大家就想讲，吼，有人讲吼，迄个下晡有看到国王，吼，讲心情无好，吼，啊，找迄个主任2个讲要去告状啊，吼，讲有看到2个坐怎坐出去，啊，人讲吼，可能吼，国王一直讲无做王，要自杀啦，啊，怎家己跳落，啊跳落吼，迄个主任我跳落去甲救，跟2个做伙死，所以第一个死讲自杀，吼。啊，第二是讲无，毋是，因为这主任吼是讲要保护咱的国家吼，惊伊去倒来做王，所以这主任是讲规条死啊，怎某人2个做伙跳来，所以是他杀，吼。啊，我讲毋是，我看吼，因2个伫尊敬2个咧冤家吼，可能是咧冤咧无张地，怎变过吼，意外，吼，反正我都毋知啦，反正就吼，到尾仔就安尼啦，就变安尼啊，吼，怎死了对啊，吼。啊，所以尾仔3爻怎死去吼？这伊留咧伤伫底啊，吼，尾仔怎死伫遮？啊，不过好佳在伊有这吼有这个 schizophrenia 吼，啊，所以伊怎留这3-4件较好的这个声波，互咱吼，咱这么去看得到吼。迪士尼乐园就是用这个吼来做因的吼，因为全世界各国拢用迄个天鹅堡这个做因的吼，因的主要的一个风景区吼，这真水吼。啊，伊细汉其实就住伫这个山骹。另外一个吼，一个旧的天鹅堡就对啊，吼，啊，这内底包括啥物水稻啦，啥物有拢做一个天鹅的这个形安尼啦，吼，好，啊，另外佫一个，吼，另外佫一个，我那 schizophrenia 这个吼，这个人的名叫做 Mark Chapman 对啊，吼，啊，这个是变啥物代志出来吼，这个就较无遐有名啦，吼，这个无较，不过这个影响我那真大啦，吼，啊，这个吼，这个人吼，伊就是做爱这个乐团，这个乐团嘛，毋是讲介嘛，这个套。吼，就是 Rogan 这个乐团吼，伊就安尼吼，做这个乐团出啥物，伊拢安尼对调的对啊。啊，这个乐团吼，这是迄个套的，因迄个乐团就是拢要学这个披头士啦。所以披头士迄阵有出一个，吼，披头士迄阵有出一个这个专辑封面是用咧，因就是要去甲用安尼啦，吼。啊，应该和这名叫做 Deface 啊。啊，这个专辑叫做 Deface， 啊 ，Deface 这个吼，这个 Mark 这个人吼，伊看讲 Deface， 因为面拢无看到嘛，吼，伊就是讲 Deface， 啊，敢会伫这个封面吼，又要互我啥物，要甲我讲啥物代志安尼吼，伊就开始想啊就对啊，吼，啊，结果呢，尾也无偌久呢，Beatles 解散吼，John Lennon家己出来
咱们小野洋子两个走去美国，啊，比如说家己出一个专辑叫做《Image》，这我有得到迄个格莱美奖，这方面是这是迄个钟连龙的这个结果迄个套的因我做一个是做安尼啦，做调呢，所以伫这个马克想讲，哎呦，安尼已经真清楚啊，就是叫我爱从钟连龙抬好死啦，好，结果呢，这个马克这个人。因为钟连龙住伫迄个美国纽约的迄个中央公园的边啊，所以就那照切咧讲，钟连龙有段时间是较低潮啦，较郁卒安尼，伊就想要付出，再去翕一寡相准备要个转来这个音乐这个音乐的这个环境，这个马克拄啊特别大的迄个公务我要等你，拄啊伊落车了，伊还叫一句John，伊钟连龙叫 John 嘛，John就头过来，伊开枪，甲钟连龙拍死，就是住迄个马克。所以伊做的就是种，互咱无可能个披头士跟跟解散跟再开始无都激情拍戏，主要就是伊啦，就是这个所以伊这嘛是真正就是，所以伊讲这明明无关系，像这有关系，这个叫做 delusion of a reference， 叫做关系妄想，无关系像这有关系，所以这些代志安尼，这共款，佫有一个这罗丹啦，罗丹这个人在伊是法国的一个足有名的一个艺术家。伊其实伊理论上因为讲到学画图，不过因兜真散，所以真散所以伊就讲学一寡免买物件，像讲就头发捡来讲，就有物件，所以伊就学这个雕塑安尼啦，这是伊的创伊的理念啦。因为古早伫这个希腊，若看到这雕像，大家拢是装摊的尔。毋过伊感觉讲，有这装摊这像会讲话安尼伫这所以伊做的物件拢互你感觉这像会讲话安尼伊上有名就是咱知影这城市，恁城台迄门口迄个卖啥物？迄个嘛做得袂歹，迄个嘛卖啥？都，这就是第一之门呐，这第一之门的一日遮中这个这就是迄个沉思者，迄个心客伫遮，讲心客咧想啥物货？咧想啥物碗糕啊？其实伊就是一日遮讲看你这地基，讲看这人遮艰苦，讲恁现在世间人，恁是咧。艰苦啥物货啦？伊这个辛苦咧，这种伊就做这这就是这是这陈思者这个原来这个像安尼就这个这是陈思这有伊的签名这是伊这咧做的我这要讲的是迄个卡米尔，这个卡米尔伫这个伊咧做这个卡米尔，因为伊咧做这罗登伊阵足有名的是这个卡米尔来做伊的学生，咱法国人安尼较 romantics 就若看到水，你看伊安尼嘛算先生袂歹啦，就共交配共三回安尼结果伊就变做拢应该有的拢有了对啊所以包括伊做这个这叫做吻啦这叫 kiss 人就讲，其实我是听解说，我嘛无讲解咧，伊讲这安尼这个姿势是安尼，我那螺旋式的这安尼规个姿势安尼反正伊就是含这个卡米尔做伙是两个做出一个足好的这个艺术品啦结果这个卡米尔呢，伊到伊34岁时，因为这个罗登伊无结婚，不过伊的迄个爱情足济，这是其中一个这是罗登甲做的伊含这个原来足好分袂开啦，所以这个卡米尔就足气的所以卡米尔足气的了伊就有一日伊就开始慢慢到伊差不多至少到伊40岁时，伊就开始感觉讲这个有一个人有一群人要害伊啊，有人要害伊安尼有人要害伊呢，结果其实伊本来伊的作品原来足好的不过伊就将伊所有拢用掉。尾开始伊就感觉人要甲害人要甲害当讲就是去精神病院，到79岁时变安尼这是伊伫精神病院最后看到的相就讲尾后嘛是伫这精神病院来过身所以伊是另外一个跟这作品有关的这个咱就大家较知啊这个江纳是这个人其实伊算好运啦，因为伊得到这个精神分裂的是迄个时阵拄发明这个药物这精神科这精神科药物的发现其实原来拢是by chance拢运气的其实本来是安尼啦，本来是要发展迄个食感冒食流鼻水的药就是甘时咧做实验毋知迄个停电啥货就怎迄个安尼做药做一种药出来种这药因为迄个时阵要做人体的试验你找正常人无人要试验嘛拢去精神病院找遐个精神有问题，像讲反正迄死也无人知就摕遐药叫遐精神病讲这食感冒食咧，结果食咧流鼻的嘛是流鼻，潲的嘛是潲，发烧嘛发烧，
毋过迄个饭厅拢无伊啦。讲奇怪，他感冒要食一个怎啊，拢袂安尼黑白想啦。我一研究才发现讲，原来即个药啊吼变快年吼，所以会当治疗精神病。这药开始有安尼，安则来吼哦啊！这个药尾啊，就怎啊开始用伫治疗这个 schizophrenia。啊，伊拄伫迄个时阵，伊拄有摕到这个药啊食。其实伊的囝尾嘛是 schizophrenia 吼，伊的囝嘛是 schizophrenia。我讲迄含咧基因有关的吼哦，这因囝其实嘛是啦，嘿哦，这因囝原来是这 schizophrenia 吼啊，所以伊当然伊这个 Nobel Prize 的是伊还未破病的时。伊所做的物件，毋是伊破病了，吼啊！当然伊尾啊有真侪伊的故事，啊，这互大家算了解，吼。好啊，含这个想法有关系，佫有一个病，吼叫做妄想症啦。这妄想症吼含精神分裂较无共，就是讲精神分裂吼，一般的迄种想法含体质较有关系，吼。所以食药啊吼效果较好。啊，这种妄想症吼，伊是较无共款，就是讲伊发病较后壁。吼，啊！而且食药啊效果无好，伊就是敢若滚雪球安尼，直降，啊，愈大，安尼是安尼吼。啊，一般伊有迄个妄想的内底吼，包括3种，较毋是咱讲迄个去互害啦。人咧讲话，伊主要是讲人吼有种 erotomania， 种 erotomania 吼，一般是讲爱迄个足有名的人叫做 erotomania。啊，佫有时个宗教的妄想吼，比如讲迄阵伫个花莲，敢有规家伙，敢若。爸爸妈妈从囡仔拢小时，类似这种的吼，啊，有诶这 jealousy 就是感觉讲家己诶迄种太太吼，啊，外口有查甫迄个这种吼 unfaithful 这种吼，敢若红杏出墙了对啊吼，啊来讲这个较有名，这个我想迄个杨教授咱这个足有名一个个案吼，这个人做啥物代志呢？吼，这个人叫做江辛克里啦，吼，这个人你若久久啊吼，你若注意看新闻拢会小可出来吼。啊，这人发生什么代志呢？这个人吼，咱知影吼，迄个美国吼有一个美国总统魔咒啦。这个林肯这个总统吼，伊是伫1860年起来做总统的，吼，迄个阵段南北战争，啊，不过伊伫1866年的时吼，去互暗杀，所以对迄边开始吼，特别啊20年了起来做总统的吼，拢会死伫伊迄个任内底，吼，简单讲吼，过100年后，1960年起来做总统的人，迄人叫做甘乃迪，吼啊，1940年，吼，迄个做总统，迄个叫做罗斯福啦，吼，罗斯福也这个嘛是死啦，吼，啊，这20年拢一个就对，有的中方为啥物死就对啊，吼，啊，1980年起来做总统，迄个啥物人？迄个人叫做雷根呐，吼，我记得我高三雷根咧就职阮吼迄个戏吼，后来即摆这人做啥物代志呢？雷根是伫1980年起来做总统。伫1981年的4月初1，全世界4月初1，什么日子恁知啦吼？愚人节啦吼。1981年的4月初1，全世界的头条拢写雷根去互暗杀啦。吼，大家说这敢是咧耍诶？这敢是咧愚人节咧耍诶？吼，啊，真正是安尼吼。雷根伫4月初前日3月31呢，伫这个华盛顿 DC 的时候，伊拄啊手举起来，你甲大家。小证明伊是希尔顿出来的时候，小证明是对这个所在遮听到庆声，砰砰砰，拍几声出来了，吼，拍着了，吼，雷根吼随去塞入去车内底，吼，边有帮伊当庆子的，吼，有一个拍一个吼，怎样以后拢怎样坐轮椅，吼，啊有一个拍无死，啊雷根吼送入去，雷根迄粒庆子吼，都拍着这心脏下骹1公分呐，那个拍起来吼，所以伊3枪拢顶咧，哔哔哔安尼掉3下，吼，那个起来吼，雷根再见拜拜去啊，吼。啊，人讲雷根就是讲这个 human， 讲这个人伊就是讲伊做这代志的时候，大家拢足惊嘛，因为70岁去做总统吼，啊，随上去海军病院，啊雷根搁伫遐开玩笑讲，因为雷根是共和党的，伊讲啊，我希望恁今仔大家拢共和党，恁才无民主党的啦吼，伊民主实在，伊讲哦，阮今仔大家拢是共和党安尼吼，啊，搁伫遐讲笑讲啊，我若着伤吼，咱迄间白宫迄间店有人过无，搁伫遐咧搞笑，大家安尼袂紧张吼，啊，这个吼，啊，迄个时阵你看吼。迄个时阵，吼，我想若有人可能记，迄个时阵虽然咧，吼，冲锋枪看到吼，啊，大家是从迄人缀伫遮呢，吼，大家想讲哇，这是苏联派来，因为迄个时阵拄啊冷战上高峰的时，吼，啊，结果呢，这人啊一调查，哎，啊，这样就是这个少年，这个新克来这个人，吼，啊，这个人现在去台总统，跟这出电影有关系啦，吼，这个电影是劳勃迪尼洛，吼，跟这个朱利佛斯特演的，叫做 Taxi Driver。
客停车司机啦。即阵吼，你若对电影有趣味的人吼，即阵若讲吼，20世纪有发明电影，20世纪全世界上要紧的10出电影，即阵一定是其中一出的啦。吼，我知影第一名是叫做《大国民》，第二名敢若是《教父》，即出敢若第6名、第7名。即出 Taxi Driver 内底呢，啊未演到轰动啊，轰动啥？因为迄个时阵吼 ，Jodie Foster 吼，迄阵敢若16岁、10岁啊未成年啦。我伫电影内底伊演一个厨妓。伊妈妈吼一心要 Jodie Foster 出名，所以吼新闻不足侪讲啊10几岁啊，你竟然去演迄个啥物货啊？美国咱闹甲新闻足大条的吼。啊，这个是叫做劳勃迪尼洛吼。劳勃迪尼洛伫即 Taxi Driver 呢，伊是演一个吼，伊去越南战争，啊战争了吼，去得到一个叫做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叫 PTSD 吼。因为去越南战争吼，因为越南是较无传统的战争嘛，因为伫迄个墙内内底啊，为咱两个交，忽然间人就去互拍啊，啥物货安尼吼。啊，所以啊，个迄阵，所以有个人就是去惊着安尼就对啊。啊，所以伊转来伊暗时困袂去吼，所以用暗时咧驶客人车。啊，驶客人车是足侪人会坐伊的客人车。啊，坐伊客人车，伊就听到一寡社会足黑暗的代志啊，吼。啊，因为伊咧载去载到即个 Jodie Foster 吼，因为伊人咧甲叫，啊，伊要去应招。啊，结果伊去爱着伊啦。啊，伫电影内底吼，即个劳勃迪尼洛吼，伊甲即 Jodie Foster 讲吼，讲为着你吼。我会当去暗杀这个总统的候选人，伊也讲一句安尼啦，吼。啊，这个辛克莱呢，即出电影开始演了吼，这个辛克莱咧看电影咧看吼，伊转去爱着伊啦 ，Erotomania 吼，伊就感觉讲，哇，这 Jodie Foster 吼，人去电视安尼，嗨，就直接甲我嗨，吼，啊，伊讲啥话就是要甲我讲安尼，好安尼爱甲安尼，吼，我拢一直想伊安尼，一直想下底啊，吼，啊，你不会想就讲，哎呦，啊，你电影内底，吼，你讲人去暗杀总统的。候选人你就爱伊吼，啊你我就爱你，我嘛要来暗杀一个，互你看一下安尼啦，吼，啊所以伊就安尼吼，伊就学即个迄个劳勃迪尼洛吼，劳勃迪尼洛迄阵吼，伫这电影内底，伊家己做一支枪安尼，去枪就走出来，啊头毛过去安尼剃一个中一条，我记得我看即出的时吼，迄阵我高二的啦，伫南美中，即出安尼，我看好迄劳勃迪尼洛剃安尼吼，迄阵拢剃平头，我就想要我那要剃安尼，我就连听了叫教官了，啊，我感觉足怕的对啊，吼，啊，结果尾啊吼，伊真正安尼吼，就用一支枪啊怎啊拍啥，啊叫拍死了，拍着枪了，尾啊，这个辛克莱够做无做，因为尾啊精神科甲诊断，伊就是得到这个 Erotomania 这个妄想症，所以无做吼，关入去精神病院，关到我到去年去看了新闻，伊要申请假释啦，佮未通过，啥未通过？因为人家问讲，你出去敢要个？爱Jodie Foster讲要咱爱讲啊，当然爱庆杀总统啊，吼，安尼个继续个掠入去，嘿，所以还未放出来啦，吼，现在还未放出来了对啊，吼，啊，1980年，雷根去拍一个无死，2000年的是迄个总统啥您知啦？小布希嘛，吼，小布希无死原因是，小布希去，吼，小布希是因为讲迄阵美国的迄种安全介好，啊无看小布希吼要甲杀人个愈济，吼死一个无去，所以这个魔咒。转到雷军遐就结束啊，就拢无啊，就对啊啦，吼，所以吼，啊，所以这出电影吼，咱播出几出故事出来啦，吼，好啊，我即摆大概即较重要的病了，尾来讲一寡较简单的病吼，就是和压力有关系，吼，啊，所以啥物叫做压力啦，吼，压力就是讲若发生一项代志，啊，你家己的能力若无落处理吼，有外口人甲你支持，那安尼袂变做压力，吼，啊，毋过呢，若是讲。你这代志你无落处理，安就变成压力啊！吼，简单讲吼，譬如讲，你即摆要考试，足歹考的啊！啊，你较认真读册，吼，读到尾啊吼，嘛是安尼啊，都读袂赴，吼，啊，告诉你有一个同学讲，啊，无要紧，你考试我咧偷看，吼，那安尼你毋是压力啊嘛，吼，是毋是？吼，啊，不如讲啊，老师讲啊，好啦，无要紧啦，你著拢上课拢来吼，老师2条题目互你，吼，安尼哦，老师听我，吼。啊，是讲这样要结婚，吼，要结婚若讲，吼，我已经拢准备好啊，啊有经济无问题，安尼来结婚真好。如果我若要结婚，厝内人反对，经济个无，啊，这结婚就是对我的压力啊，所以压力的意思大概就是安尼啦，吼。啊，这个压力呢，吼，压力会影响着，对这个压力对咱脑入去了，吼，啊，咱脑会经过这个神经系统，吼，啊，影响着咱的免疫，吼，啊，嘛影响着咱的内分泌，啊，所以就有一寡病会产生一寡病，所以压力久的人，吼。比如讲会心脏病啦，会啥物吼胃溃疡啦，吼啊啥物肠仔会啥问题，就是因为压力会影响着咱身躯的这个反应，吼。啊，那和压力有关系病，大概就差不多遮啦，吼。这我等下我简单甲大家小可
吼啊，所以因为压力引起我讲的，这是心情，吼，所以心情会较 anxiety， 吼，啊，咱拄仔咧讲的较要紧的重要的病就是会有忧郁，还是讲 mania， 吼，啊，佮一个是讲，吼，伊的行为，吼，行为为什身躯啊、四界就开始无爽快，啊，佮一个是会解离啦，一个是讲伊的记忆啦、伊的人格会变吼，所以我那是 thought， 吼，会讲认知 cognition， 吼，啊，这是 mood。啊，这个是 behavior， 安尼会出这个问题吼。大概含压力讲，我那是本来就要多讲迄3种吼。啊，来讲第一个吼，这个含压力有关的，这个双脚汉这个人吼，啊，这个人咱拄仔伫迄个影片来讲，伊就是做迄个印度上有名迄泰姬玛哈吼。这泰姬玛哈这个城这个人吼，啊，其实伊吼，咱知伊足疼因这个某的，所以你看吼，开生14个啦，吼，这表示讲翁仔某定定咧斗阵啦，吼。啊，无变他生14个，迄个无斗阵，迄个好一早生一个了，就佮随有安尼吼，生14个安尼吼。啊，而且战争伊拢带去吼，啊，因为吼，尾仔伊有一边到伊咧战争的时候，伊去吼有感染，啊，怎啊死去？啊，死去了呢，伊这个伊要求这个国王讲啊，起一个人间上水的一个梦啊，吼，啊，佮甲讲吼，你只永远无要佮娶啦，吼，我讲这是较凶啦，吼咧，吼我嘛是甲阮某讲，我有一支较早去吼，我安尼若人要爱吼，个咧吼，个 recycle 吼，我若我要回收就回收去，我拢无问题，吼，莫安尼伫遐定地吼，安尼加麻烦的，吼，伊就讲既然我袂使娶，吼，啊结果呢，迄个国王啊，真正吼，甲做一个梦伫这个所在，啊，这个梦吼，其实吼，咱有去过泰姬玛哈人吼，这是我网络抓落来啦吼，不过我看伊这梦吼，这虽然是画迄个安尼图案吼，伊这拢用宝石吼，搭入去这个白。大理石顶悬的，是直接用宝石迄个形较红的，啥物入，所以安尼规安尼连这壁吼，所有的这安尼拢是迄个宝石搭入的对吼，所以伊甲起这间吼，这间泰姬玛哈啦吼，啊，这间泰姬玛哈连外口这白石全部拢大理石